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热到要游去的阿君，我是淡薄仔烧声的阿苏，我是想要食肉粽的阿轩。我迄天啊去台中的饭店食中昼，外口有够热的呢，我的汗上喷出来，身躯敢若对游泳池出来，澹漉漉啊呢。所以我才无爱伫透中昼出门咩。无怪哦，我想讲你迄天毋是出去食饭尔，转来的时阵，哪会敢若甲人去走表共款，大粒汗、细粒汗？啊，恁敢知？我骑脚踏车转来时，经过第5市场，有闻到一阵吹樟叶仔的味呢。我头一看，竟然有人咧吹樟啊！啊，毋是要5日节啊，这嘛是正常的啦。哈？啥？时间过遐紧哦，已经要5日节啊！这就是为虾米咱今仔日会来遮的原因。阮今仔日要来讨论的主题就是5日节，嘛就是华语咧讲的端午节。恁敢知影5日节为虾米叫做5日节咧？就是因为伫旧历5月5号的时，总算是讲一句较巧的话啊。5日节呢，佫叫做肉粽节。哦，这佫较简单啊啦，绝对是因为有肉粽通食啦。你佫讲你是美丽担当咧，根本就是吃货担当，好无？拜托，我会当当作我是美丽，佫会晓食，无冲突好无？讲到这个5日节哦，我敢若有一寡有关阮上课上过的印象走出来啊。上有名的八卦哦，就是屈原啊，屈原跳水自杀，伫古早的时哦。好啊，你点去吼！我这哦，大家拢听甲耳仔烂去啊，无人要听啦。咱即摆讲一寡别项的八卦吼，还佫有伍子胥、伍子胥，因为建议君王莫听信姚妃，所以互君王家伊的目睭挖出来，家伊的尸体等入去缸内底。佫有哦。周吴因为因老爸无细字吼，死伫咧缸内底，因为着找着因的老爸嘛对咧跳落，所以呢，即马才有曹娥碑。哦，我听了这个故事哦，我唯一的感想就是，这个周吴实在是有够戆的啦，用骹头想嘛知影，死去就找无啊。老师讲遐尔济，啊，你敢若会记你八卦的是毋是？当然啊，我是八卦小天后呢。好哦，老师要甲你断掉，真正是无简单呢。5日节时，台湾人啊会伫门骹口插一寡草，来甲虫拖拢赶走。我有看过，有青仔、香鱼、蒲蓉、抹草。青仔是因为伊比人搁较勇敢，香草是因为勇敢，香鱼是因为伊的外形就亲像剑共款。会当杀死来作乱的妖魔鬼怪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因为身体无啥好，客妈有用香鱼泡水甲我洗身躯。我会记哩哦，迄个味哦，实在是救人的歹片哦，免讲虫拖，我家己拢挡袂牢啊。啊，佫有啦，我国小的时，老师会教阮填芳包，我都袂晓遮尔幼路的代志咩。每一届填出来拢歹滋滋啊，最后拢是弹掉啊。以前的芳包诶，拢是好型的，无像即马五花杂色，所以佫叫做花香。内底剪一寡刺激性的草仔，也是芳料，相信会当驱虫辟邪。你讲芳包填甲歹滋滋，毋过安尼着弹掉，我感觉真无彩呢。歹滋滋的芳包嘛是一种驱虫辟邪的方法啦，只是靠外表来吓惊伊尔。你真过分！恁熬你来听啊！凊彩天拢嘛较赢。恁两个莫吵死啊！点点，阮兜每一年的中昼呢，拢会徛卵，囡仔人拢算甲真欢喜。我拢咧边仔看甲雾煞煞，就是甲伊敲出一个泡，就起来啊，是有啥物好耍的啊？我嘛有去看过龙船，宜兰的打卡有真有名的扁平钟比赛，遐个人呢拢是用规个咧顾船。结束了后呢，因为比赛无请裁判，拢会家己认为家己是 winner。win 了后呢，会做伙食一顿较青草的，是一场欢欢喜喜的比赛。但是啊，是讲无冤家的场面较好看啦。哦，听起来这就是各说各话，家己讲家己对的好处呢。阮母也讲吼，
伊的朋友以前的比赛1对1赛跑迄种的啦，这是对爸母做的走标来的。还阁有台中的犁头店，就是会穿目镜甲拉力叉车的故事嘛。有传说讲南屯区是拉力的大本营，会当讲是当地的吉祥物。毋过伊阁介意伫翕落来5字节休困，在地人为着互代表当地拉力起床，大家拢会穿目镜，大力站涂骹，起起徛徛，甲因插起。所以才有穿茶架装拉力的讲法。但是我本人是认为吼，拉力一定感觉规工的呢。你敢问我的想法哈？真正是足可怜的。若是吵着我一定会足生气的。要顾龙船是因为古早以来对龙这种道庭的迷信，龙是管理落雨的神，加上古早以来就是做事人为主的社会，有够需要雨的，所以用顾龙船来祈求风调雨顺。迄个过程呢，是对一开始甲龙船做好了后呢，替伊开光点眼，过来爱洗工净工，用炮啊含金纸去吓惊水里的鬼啊，求因莫作乱，就会使放心比赛啊。阁有真侪所在会有神明暗访的代志，像讲迄淡水的清水祖师，啊，阁有大稻埕的下海神皇。听起来伫即个妖魔鬼怪会出现的日子，神明准备咧伫即天满足一年的业绩量呢。讲遮济，我巴肚枵啊啦！我的巴肚一直咧哀哀叫。哦，掠着啊！原来这个声是你哦。啥物啊？阁枵啊？你拄则毋是才食胖尔，你是猪哦？讲啥哈？我是囡仔囝呢，还阁咧大汉，爱随时补充营养啊。讲到正实，一定爱讲的是肉粽节一定会食到的肉粽。古早的肉粽是叫做绞薯，头起先内底无包餡，是后来宋朝才开始有咧包。而且呢，一开始为着要叫屈原，即马呢是为着要叫考生。哈？叫啥考生？为着要保庇因会当考调状元啊！恁以前高中的时阵，学校敢拢无替恁准备？阮每一个人拢会摕到一粒包仔含粽呢，因为这会当表示保重的意思。哦，对吼，我学校嘛有呢。我的学校是宜兰的高中，我的学校会强迫咱去爬草林古道，宣誓爱对家己忠诚，而且爱好好啊准备升大学的考试。结束了后呢，学校会准备点心，大部分拢会准备肉粽。除了会当互阮补充体力以外，嘛叫阮爱保重家己的学校。我想哦，迄段路实在是会甲我母互死吼！我哪爬哪咧想，我要袂考到大学，就会死伫即段山路内啊啦。虽然讲阮学校无爬山啦，毋过阮学校拢有肉粽通食哦。哈，哪会遐好啦？讲到肉粽，阮兜的肉粽每一年哦拢足济。阮阿公因为是对中国来的，所以阮兜啊会食到各种型的肉粽哦。叶仔的模样嘛无共款，有落着芭蕉、荷花叶仔来包的。哦，那会遮好啦。阮兜会家己包啦，但是只有用台湾标志性的桂竹叶，也是麻竹叶，而且佫规定爱包一个立方体，有够困难的呢。而且包粽的过程足够工的哦，先甲每一项的料穿好，爱先炒香菇啊，早起就爱开始姜肉、卤肉，咸仔呢嘛爱切一半吹好熟。糯米饭呢爱先吹好熟，淋一寡豆油，好熟，看起来较好看，才会使包起来啦。落尾搁爱吹一遍啊，安尼才会当食的。哦，听起来诚久才会当食到辛苦的结果呢。无喏，我若是有斗3工，拢会偷偷啊食呢。等我包啊好，我嘛差不多食饱啊。哦，你真正是妖怪呢，条拢互你食了啊。恁兜会包哦，阮兜嘛会呢。阮兜是包青的糯米甲料，然后才落去撒撒的。哈？恁兜足奇怪的呢。阮兜内底包好所有的料以后，才规碗摕落去水内底撒，甲恁兜比起来，应该会较简单吧？
听起来是无啥好食啦，亲像糜共款呢，用水烂烂，三丛的水无就全部油腻腻啊，而且料的味拢烂做伙啊呢。拜托咧，你这个装卡怂，就是爱米掺做伙才好食啊！而且你煮饭的时嘛是用水煮的，才袂像糜共款水水烂烂的咧。对咩？迄嘛真好食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我一个北部的人讲袂过恁两个南部的人啦。好食就好食吼，恁讲的就准算啊啦。啊，我知影，这就是网络顶面啊南北种的战争啦。北部的人会先甲所有物件煮好好，才会放做伙，上尾咧搁炊一摆，才算是完成。而且呢，南部的肉粽共款会先甲包伫内底啊，先炒好熟。毋过，甲北部粽上无共款的所在呢，就是阮会用青的糯米来包这个肉粽，甲熟的香菇、卤肉、咸鸭卵包做伙。毋过，有的人呢，若想要食较青草的，就会包一寡虾米、辣子、干贝，然后就亲像阿酸讲的共款，规寡摕落去水内底，甲伊杀好熟。到呾啦，嘛有真济粽，像 Q 弟弟鸡粽，阁有客家板粽。就是坚果，阮兜因为真济老大人，所以嘛会有米掺红豆仔的迄种。我家己是无介意即种啦，但是是大人的命令，囡仔人是无法度去抗议的啦。肉粽节的时阵，一定会互相送肉粽互别人食。那呢，恁敢知影送肉粽的时阵爱注意啥物代志咧？敢是莫送伤济，会互收到的人肥到行袂叮当。毋是啦，虽然你爱减肥是真诶。你才肥咧，我这是项链，即马当咧流行的 baby face 呢，会消落去啦。哦，咁样呢？好啦，伫台湾呢，送肉粽的时，会当送一层，这代表送节、送你走的意思。本地送互几个肉粽就是一层的，你甲送互几个物件，送互人，安尼是毋是无啥好咧？对，所以若是要送，大部分拢会收一寡钱。也是家加长意思意思。哦，无怪哦，阮客妈摕粽互我的时，拢会一粒一粒啊，甲分开，我当作是已经当酸呢。等者，咱一直讲，哭讲，我无讲着每一年拢听甲烂去的白蛇精的故事啦。拜托咧，莫阁溜啊！每一年拢听，就是一个无胆阁无担当的渣男故事啊，免讲啊啦！无来讲看卖故事内底错误的观念。错误的观念哦。啊，老师有讲过啦，就是有关啉雄黄酒的代志吼。若是用化学来解说，雄黄酒若是拄着烧的，就会变做砒霜，有够毒的砒霜啊！雄黄伫五字节有两种用法，一种是杀人于无形。一种是互妖魔鬼怪现出伊的原形，两个敢若拢无啥好呢。所以讲呢，咱台湾人啊，无咧啉雄黄酒的啦，拢爱啉五时水，有止用的泡啊，会使使身体健康，歹命拢离开哦。有一寡所在嘛有较特别的食食文化，像长豆代表食了会长火寿，若是绿豆汤食了清凉退火，还阁有卜仔。会当白泡泡，阁肥肥肥，就像恁两个共款。食桃仔嘛会当撇潲。台中的麻蚁嘛有绿豆汤的作用哦，清凉阁退火。嘉义人嘛有食西瓜，就袂使肥仔的撇步哦。一直咧讲食的，我实在是挡袂牢啊啦！早起的时，我的客妈阁咧招我转去甲伊斗肉粽。若是方便，就是若是我无食好了啦。我就会早来互恁食呢。这大心呢，但是我惊我食迄包了哦，会落屎呢。你都莫食，你讲是无阿叔，你一定袂甲我气嫌的对无啦？莫吵，恁两个今仔日一直咧抬杠，我要气死啊！今仔做一个结束。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若是阁想要听阁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